人讲双手抱孩儿，才知父母时。这台南市积极推动友善的育儿环境，针对住伫台南的父母或者是家庭内面有无满6岁的囡仔，提供逐户1年免费36天到厝内育儿指导服务，协助家长学习安怎照顾婴儿，还有一亲子教育的基础。目前有4000人次受到帮助。在幼儿指导员的教学之下，张阿妈提出药布，替拄满1岁的幼儿露喙齿保持喙内健康。接落来，幼儿指导员提出假期，和幼儿来讲，训练手的协调，后手搁观察厝内环境，制作餐点等等的细节，适时的指导，协助新手爸母照顾幼儿，会当得到妥善的支持。实际上帮助对咱讲的偏乡咱这算较传统的所在啦真的帮助很大啦。嘿，反正只要是囡仔的问题，我唔捌大部分都会尽量。之前有照顾2个孙子的经验，跟他自己小孩的经验，所以他经验算蛮丰富的。然后主要就是一些小小的地方，再帮他做一点微调，这样。在接下来孩子比较大了，就可能给他的刺激，然后学走或者是学爬的这些建议，这样。这是台南社会局最近积极推动的教厝幼儿指导服务，针对实际住伫台南市的准爸母，也是家庭中有还未满6岁幼儿的新手爸母，提供每户每年免费36摆教厝幼儿指导服务，协助家长学习用幼儿照护甲亲子教育基础。进前只是针对脆弱家庭做服务，不过为180年了后扩大开放一般家庭申请，即马就连有生其中的妈妈拢会当提前申请。有亲子示范啊，还有照护技巧啊，甚至我们假日可能会办一些亲子课程的团体，防止说可能小朋友会遭受到不当的照顾啊，或者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意外。社会局表示，去年扩大培训之下，全市合格的育儿指导员已经有296位。透过教厝育儿指导员的关怀，同时也有防6岁以下儿童受到不当照顾，也是虐待。目前已经有273户家庭申请，受约达到4000人次。会当降低家长照护养幼儿的压力，协助新手爸母照顾幼儿，会当得到妥善的支持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